總價130萬就可以喺珠海市區嘅核心地段攞低套精裝嘅兩房啊！發展商仲要係珠海嘅龍頭國企華發集團啊！呢個樓盤嘅地理位置咧，亦都十分之優越，因為去到港珠澳大橋咧，講緊都係11-2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到達啦。落樓咧，仲要係全市區最大嘅商場華發商都啊！呢啲單位首期講緊都係俾20零萬，月供咧3-4千蚊即可以上車啦。日卡夜走呢個會所，白日可以喺呢度嘆咖啡，夜晚咧仲可以喺呢度飲酒啊！出到去咧，仲要有一個無邊際嘅泳池啊！呢啲咁優質嘅樓盤，你冇興趣過嚟睇睇咩？就係呢度600尺嘅單位啊，麻雀雖細五臟俱全啊！入邊所見嘅呢啲裝修，包括廚房入邊3件套呢啲，發展商全部配齊晒俾你噶啦。總價130萬就可以上車，而且仲要係華發集團打造嘅一個精裝樓盤啊！望出去咧，仲要係開揚嘅山景啊！呢啲單位翻到港珠澳大橋咧，講緊都係11-2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到達啦。落樓就有輕鐵，仲有全珠海最大嘅商場華發商都啊！呢啲單位3-4千蚊一個月嘅月供，你自己唔租嘅話咧，交翻俾華發打理，直接可以做到月租抵月供啊！你有興趣嘅，下方留言咧，我俾詳細資料你睇睇。